人咱的 Team Taiwan 在世界棒球經典賽雖然無法度晉級，但是第一屆打敗咱的死對頭韓國，是展現着頑強的意志。昨深夜，台灣英雄坐包機轉來咯，真濟球迷到桃園機場趕迎接。球迷用上屆熱情歡呼聲迎接台灣英雄轉來。透早，Team Taiwan到桃園機場。歡迎回來。國防部長張育成下手提醒大家趕緊轉去困，要台灣隊長等極限出現的時，球迷自動將音量降到上低。原來當極限帶因太太甲囡仔去東京奮戰，就驚講伊去踩到囡仔，所以伊會到高雄中間病院追蹤骨頭逼起的傷勢，並且安排復健等等規劃。另外，詹俊閣嘛真有人氣，球迷為伊的邊仔愛伊簽名。這擺台灣佇經典賽頭一擺拍敗韓國，和全台球迷攏有夠歡喜。棒球就是這麼有趣，它可以讓你很難過，但它也可以讓你很快樂。我們掌握了機會。我們把機會留下來。戰後區佇大漢大戰中感受真深，事後伊嘛寫講，互咱做伙畢業，並且感謝每一位教練、選手以及後勤團隊。照外界好奇講，龍鳥教練的階段性任務敢是過一段路啊！伊佇2024年12強賽頭一擺做總教練，就創造歷史摕到冠軍。2025、26 WBC 資格賽甲預賽，閣做總教練。戰後區所屬的球隊樂天桃園是表示講，會全力支持伊的決定。龍鳥教練帶 Team Taiwan 展現堅強奪勝意志，感動球迷，嘛為台灣的棒球寫下新的一頁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